边。全部中间再看一下啊。我们希望能够在这场选举里面呢，不要那么多的政治，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政见。所以我们用这个 Pin Lego 的方式，也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，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在为国家做什么样的政策，对他们的未来是有多么大的一个帮助。那让大家参与政治的方式呢，是这么可爱，而且是这么的有前瞻性。就是。我们不是说要把自己的炮口对内，既然是合作，我之前也提到说合作就是要长长久久。那如果说有任何这些传闻，我们也希望说不要破坏彼此之间合作的感情。那刚刚有听说好像我们已经被分手了这件事情，但是原则上我们还是希望，就是如果第三势力能够团结起来，那在国会里面有第三个这样子的势力出现，有中道主流的力量出现的话，相信这6大政策是可以在国会上落实跟推动的。觉得双方既然要合作，也不需要透过媒体隔空在传话。那很多事情，我觉得面对面讲清楚，都还是会比较好一点。那郭台铭先生他的概念就是主张，他要希望国会能够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，可以变成是2大2小这样子的概念，希望在国会里面有制衡的力量出现。其实郭台铭先生他一直以来在说明的事情，就是说，当他在2020没有再继续竞选总统的时候，他就提出他希望为中华民国创造一个智库以及一个政经学校。那如果大家可以去参考松下先生在日本的做法，事实上他认为改变政治最重要的是改变各党各派的人才，所以其实人才是最重要的。那至于政策一定要超越政治，而所有的大家的那个目标一定是要超越我们党派的立场，所以人民的福祉永远要超越党派，这件事情是郭台铭先生一直坚持的。所以我想这并不是一个生意人的说法，而是一个希望我们能够摆脱所有政党的包袱，超越政党，能够改变每一个政党的人才。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的真心期待的。